演出現唱。咁呢個節目呢，就係粵聲婉轉最中山。咁啊，好多謝，亦都多謝在場咁多位朋友去欣賞，更加多謝一班中山嘅粵曲團體啦。咁啊，多謝為我哋演奏，非常多謝你哋，俾掌聲佢哋先。多謝晒。咁啊，事不宜遲啦，咁啊，馬上開始我哋嚟緊送俾大家一支歌曲，就係《暗遇相迎》，為大家演繹嘅係再次出場嘅譚麗娟小姐同埋陳燕芳小姐嘅，掌聲有請兩位。
不求落槍願破鏡，只憑雲夢哭黃陵我飄零遊子斷那風船，慘淡更遠，無家園。曲子入山難河，亦那處痛先西把情歌把酒言空，夢斷無山逢。雪風花茂花幽古雲，玉砌珠淚哭茶體無青重濟光雲，落花已隨波浪去落，不復有份成長平公主呢下，好等我上湖叩回一問至得。請問道
你貴姓啊？貧道作新姓神，法號慧清。你叫做慧清啊？飄啊妙間光是如夢情難認，百劫重牙逢，願何賣救星啊？夫妻要情，太遠讓別離。風已靜，我偷偷相思佢眉呀吐，真情令我驚。論理佢應該要把夫婿認，放下馬吊，頭頭暗中歡聚興啊興，非你公主。施主，你叫喚何人啊？我叫喚公主咯。咁公主係施主，你何人呢？公主係我妻房。施主，叫喚妻房，應該就係家中叫，房中叫，何解會叫到嚟佛門清靜地嘅呢？咁忍心，唔肯認我。試問誰無骨肉之親，誰無父女之情呢？等我講下先帝崇禎嘅慘事。若果佢一喊親咧，不問言之就梗係公主㗎啦。好，等我試下佢先啦。
住向，你都唔肯，你唔帶我去，我自己去。好啦，如此說，施主請。咁煩人路。師傅，我雖然未入過庵堂，但係一夢唔知呢座梗係觀音大士㗎啦。點解觀音大士蓮座之下有一男一女嘅咧？一個係金童，一個係玉女。一個係金童，一個係玉女啊！師傅，係唔係自有觀音以來就有金童玉女，永不分離㗎？係。師傅，點解呢一次皇城劫後，只留翻一個金童，唔見咗個玉女嘅咧？哎呀，出家人不明塵世事，施主請上香啦。好。觀音啊，座下亦有對同名了，悲放去留空，只剩得我情未輕啊，向觀音啊紅入多雕你亂影啊，盼為我要你大聲啊！師傅，觀音菩薩係咪好靚㗎？係啊，觀音菩薩大慈大悲，你救苦救難，讓到我能夠與公主團圓，我真係答謝神恩啊！睇佢太個秦駙馬都可以破鏡重圓，我又係駙馬，人又係駙馬，點解人哋咁夠福，我咁衰嘅咧？我點知咧？唉，落場於成雅日，想我破鏡重圓，落場猜粉啊，嘴破馬從那應，哀我一生一世寂寞，可與有其定，風難情，雜難情，又再緊開那柴分火觀音菩薩好靚嘅，我話佢一啲都唔靚。馬正觀音啊，揾為你有錢眼都唔話靚。我怪佢
齊，一要相會，你怎麼負責調停？我燒香敲勁那將你侍奉，和他錯經，我將那香將引妻盡焦亂，你我運得氣難平，孖神經。百劫也能應，我為花迷還未醒。花叫不比林花情，我心情有孤單似考評。你從前多纖瘦，一般秋水任情。對紅葉交清氣，我餐餐都食人牙嘅白菜，怎能與菊花相比拼？若再不相認，只怕我別後你定點相思症。情呀何堪你在此孤零，應感我熱誠。你我對心裏亂說情，你太過不近人情，我話你知不近人情。盼狂生，你怎把分能輕？歸去歸去，我一片用心，代替抹黑點破你情。我江山破夢多繁榮，鴛鴦蝶玉女圖情，靈意真心當堪平，我靈牙已神信不再用女再求情。公主，你認我啦咩？浪有千斤愛，妾如三分明。不應不應還須應，頓情不竟更痴情。倘若劫後鴛鴦重合拼，點對側住杜鵑題篇13溫父賜我變塵寰，我若再回生，豈不是招人唉，公主，處女兒一那年，風傳300日，盡在今時光。一掃別那離情，超人劫後血痕鮮，可憐夢覺星空緣，空到落花，不見緣花影啊，難招致。
隨往學去，估不到為魔伴，便是你住香亭碧，世情難，長孤零啊，輕寒夜湧，夢難醒，往日最勇諸位，千人景，今日更無一個可丁銀。唉，公主啊，你避世難拋破鏡圓，應該要多謝晴天，快把虎狼迎啊！收咗我成仙佛，可惜先帝同官上入莊亡靈啊！紅魚只可敲出斷腸音，難把破碎山河重修整。你上下啦！